Amazon 全球化商業生態機遇同挑戰博弈。第一 ，Amazon 構建嘅核心競爭力。一、全球流量中樞平台，坐擁52億月度訪問量嘅全球性平台，谷爾瑪嘅6倍，形成跨境貿易嘅數字化灰度效應。二、信用認證體系，平台自營同 FBA 商品佔據90%消費者首選。Amazon 配送標識令訂單轉化率提升47%。三、智能物流網絡，佈局175個 AI 智能倉配中心，構建72小時洲際物流體系，跨境預約成本降低至傳統模式嘅40%。第二，平台經濟嘅生存法則。一、動態競爭機制，家居類目新品存活率僅1成9%，日均淘汰2000幾條低效商品連結，形成供需動態平衡機制。二、合規監管體系，2023年稅務認證違規封店率同比上升35%。歐洲站建立 REX 常態化核查機制。三、成本結構優化 ，CPC 點擊成本突破$1.5加倉儲超容費，要求營運者建立精細化 ROI 模型控制成本積值。第三，新進買家嘅認知壟斷路徑，誤區修正。一、規模經濟不等於粗放鋪貨，需運用 Helium 10等工具建立商品供需缺口模型，實施精準選品策略。嚴區修正。二、流量獲取不等於價格競爭。A9 算法權重分配中，復購率3成升級評分2/5，等質量指標佔比超50%。誤區修正。三、市場策略不等於文化平移，需建立跨文化消費洞察。例如日本市場甲該清除劑與歐美油添加劑存在需求本質差異。跨境貿易嘅商業啟示，喺 Amazon 呢個數據驅動嘅全球貿易平台上，持續經營企業呈現三大核心能力：一、合規管理能力，構建 EPR， 多有認證等屬地化合規體系；二、數據決策能力，運用中高 score 建立市場需求預測模型；三、本土化營運能力，通過 Review Meta 構建產品動態反歸機制。喺日均 GMV 超8.5億美元嘅全球市場生態中，企業需將平台規則轉化為營運基因，完成從市場參與者到價值創造者嘅轉型。今期解釋咗 Amazon 平台嘅雙重屬性特徵，下期將深度拆解營運效率模型與商品開發策略，為從業者提供可落地嘅解決方案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